作為一個10年嘅養馬人，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啲我覺得我自己唔當佢係配貨嘅配貨。例如喺我日常嘅 OOTD 裏邊，經常出現就係 Kelly Belt 啦。無論係經典嘅黑色、金棕色，定係少見啲嘅深藍色同埋白色，我都有。一條靚嘅皮帶可以令成個 OOTD 醒神晒，尤其係搭配牛仔褲或者高腰褲，即刻高貴晒。再嚟我嘅 Kelly Boot， 佢唔止型，仲超級舒服。我會襯牛仔褲或者簡單一件大褸或者皮褸，會將你整個 OOTD 加分。至於夏天，我就成日着住 Oran 同 Oasis 涼鞋。Oran 係平底嘅，行街超舒服。Oasis 就有少少踭，大概5 cm 左右，可以拉長腳嘅線條。呢對鞋真係超好襯衫，夏天幾乎我日日都想着佢。你睇下，我勁多衫都可以襯到呢對鞋。可以誇張啲講，我真係揾唔到第二對比佢更好噶啦。至於配貨嘅服裝，我就覺得見仁見智啦，因為市場上真係有好多其他嘅替代品，對比起皮帶或者係鞋，佢嘅使用率相對嚟講會低啲。不過呢個都係我個人意見嘅啫。配貨最緊要配得開心，你真係會用先好揀。唔知你哋有買過啲乜嘢配貨，你係不停重複咁用嘅呢？歡迎留言或者 PM 我一齊交流養馬嘅心得。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